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是來指控這教育現場有行政霸凌。這工會是指出講現行的校事會議呢，總是先認定有罪，才去推論。有老師是予教育局扣獎金，而且閣愛寫報告。因為台南市教育局是回應講，這款有爭議的個案會重新來啟動調查，未來也會研議管教的準則。教育現場佮爆出嚴重的行政霸凌爭議，雙手輕條條的這個老師，伊因為承擔調查壓力，半暝驚醒，身心受到真大的創傷。民間團體開記者會講，這陣安尼狀況真濟，嘛有老師予教育局針對，嫌輔導記錄寫傷簡略，就用行政命令硬要處罰，甚至是愛老師要扣3當前的績效獎金等狀況。因希望通維護教權，真正袂使擱等。濫用權力推翻成績考核委員會的決議，強行改核我的考績。教育局假造了一個不存在的報告。那麼在沒有調查以及沒有證據的情況之下，施壓校長將我記過一次，而且函送調查局2次。雖然投訴改做什麼樣子，不過台南市教師產業工會講，現行的教師會議依然是有罪推論，在體制之下，若受到投訴，不管敢有依據，教育局會施壓，嘛會逼老師寫報告澄清，嚴重打擊第一線教師的教學信心。在校事會議這樣的一個錯誤的法令的制定能夠消失，學校跟家長跟老師這邊要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溝通管道。不要什麼事情一投訴就一定要進入校事會議。大量案件加做基層教稅負擔，民團指出，全國113年校案通報高達34萬件，獨獨台南就3萬件。對駐台南市教育局回應，會持續和教育團體、家長團體等來嚴厲合法管教的具體行為準則。進到校園事件調查的案件也僅止7件，那進入考核案件的有40件，所以我們整個案件的數量是已經在教育部修法之後有大幅的下降。我們為了就是我們避免我們小案大辦。針對這爭議的個案，教育局回應會閣重新啟動調查和定數。教育工會和民間團隊呼籲台南市政府通開公聽會，尋求法律手段停止校事會議的運作，鬥陣研究合法的管教策略，加合理的專業自主空間，幸福基層第一線的老師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